港燈植根香港135年，香港由昔日嘅小漁村發展成國際大都會。港燈一直默默提供世界級電力服務，配合推動唔同時期香港喺經濟、社會同埋民生上嘅發展，提供穩定、可靠同安全電力供應嘅同時，近呢幾年仲積極配合國家同香港政府政策，全力協助推動碳中和。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喺1889年1月24號註冊成立。1890年，港燈第一間發電廠喺灣仔星街啟用，用煤炭作為燃料產生蒸汽去發電。12月1號下晝6點，率先點着中環50支電街燈，為嗰陣時城市核心嘅中西區未來發展打下基礎。1919年，香港人口急劇增加，耗電量屢創新高。為咗應對時代嘅進步，港燈新起咗第二間發電量更大、用煤作為燃料發電嘅北角發電廠。隨住香港經濟同社會持續發展，對電力需求顯著增加。1968年，港燈第三間發電廠於鴨脷洲投產，轉用燃油發電，更加符合當時經濟同成本效益。70年代發生石油危機，供應緊張，港燈就計劃轉用燃煤發電，喺南丫島西南面菠蘿咀起新嘅發電廠。1982年，南丫發電廠第一期落成。1989年全面取代鴨脷洲發電廠，到而家都陪住香港社會穩步向前。南丫發電廠係香港政府喺1978年批地俾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興建嘅，滿足咗當時香港嘅用電需求。之後，港燈就開展呢個南丫發電廠嘅擴建工程，興建天然氣嘅發電機組，減排減碳，同香港政府一齊推動環保，及向呢個最終達至碳中和嘅目標邁進。咁新廠咧係一個人工島，興建嘅時候就首先將海堤下面海床嘅淤泥就挖走，咁而中間嘅填海部分咧，我哋分咗兩期嘅。為咗可以穩固咁承托南丫發電廠上面嘅大型電力設施，工程團隊採用咗直徑大約由2.5米至到3米嘅鑽孔灌注樁作為地基，深度達到成110米至到120米，比香港現時嘅一般鑽孔灌注樁仲要深好多。近年為咗配合煤轉氣，港燈引入咗多部天然氣發電機組，需要加裝新嘅海水進水室，抽取海水為機組進行冷卻。咁個建造過程都幾艱巨㗎。首先需要喺電廠周邊嘅海堤打開一個缺口，然後將新嘅預製海水進水室浮入去電廠嘅接口入邊，再重新整固返個海堤。60年代尾，為咗配合喺南區嘅鴨脷洲發電廠投產，港燈起咗高壓架空電纜，將電力輸送去港島北部沿岸嘅政治同經濟核心，包括鴨脷洲至寶雲段、鴨脷洲至摩星嶺段同鴨脷洲至柏架山段，一共3段高壓架空電纜。之後為咗配合南丫發電廠嘅運作，新起嘅海底電纜成為連接南丫島同港島區嘅重要輸電動脈，進一步提升供電嘅穩定同可靠性，繼續支持香港經濟同城市嘅發展。南丫島去香港島嘅海底電纜係分3期完成嘅基建項目，用於南丫電廠嘅發展同埋擴建。第1、2期工程喺1980年代完成，分別放置海纜至舊鴨脷洲電廠，即係而家嘅海怡半島同埋華富村。第3期因應南丫電廠擴建嘅需求，將海纜放置至數碼港。呢個項目具有高度挑戰性。海纜要橫過繁忙嘅東博寮海峽，亦要避開沉船及海底嘅管線，以確保海纜安全埋藏喺海床不少於3.5米。呢項工程不僅顯示香港基建嘅技術進步，同時亦成為南丫電廠供電嘅重要支柱，以及港燈電力發展嘅重要里程碑。港燈嘅供電可靠度20幾年維持喺99.999%嘅極高服務水平，過去數年更加去到99.99999%嘅世界級水準，代表每個客戶每年非計劃停電嘅時間平均少過30秒，幫香港發展成為全球3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。要有世界級供電水準嘅秘密埋藏喺地底同隧道入面。港燈供電網絡即係輸電同配電系統，絕大部分埋於地下，加上貫穿港島南北嘅6條電纜隧道，確保電力輸送時免受外界干擾之外，亦可以省卻維修保養時需要封路進行路面挖掘工程嘅不便。
1990年4月，港燈興建南豐至柏架電纜隧道嗰陣時，亦都採用咗嶄新嘅隧道鑽挖機 TBM 技術，係第一次引進香港嘅先進科技，展現咗港燈先進嘅工程技術，縮減施工時間之外，更可以消除因為爆破而帶嚟嘅噪音同埋震盪嘅問題。要安全可靠咁將電力送去港島千家萬戶，港燈喺港島區起咗超過4000個變電站，唔少嘅外貌設計都與時並進，配合咗周邊環境景觀，再加入埋可持續發展設計概念。中區天馬分區變電站喺政府總部旁邊，外貌加入咗商業大廈嘅設計元素，同四周完美融合。南區數碼港變電站10級以上嘅設計，融入喺山坡青翠景觀，建造材料揀咗同周圍建築物一樣類型嘅花崗岩，營造和諧氣氛。港燈亦都為舊電站注入新氣象。黃泥涌峽變電站就進行咗外牆翻新工程，優化外觀，展現港燈致力改善城市景觀嘅用心。馬師道變電站係港燈根據早喺20幾年前引進嘅全方位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嚟設計，備有咗創新嘅可再生能源裝置。當時天台就率先使用咗小型風力發電機同埋太陽能光伏板，為電站提供綠色電力。站內設有唔少嘅環保節能設施，例如天台嘅空中花園種植花草樹木，有助降低下層嘅室溫，節省冷氣嘅耗電。另外仲設有水缸收集雨水，用作灌溉植物。而室外嘅地板亦都係由環保物料所製造㗎。多年嚟，港燈陪伴香港發展，從發電、輸電到配電嘅每一步，都見證咗香港經濟發展嘅時刻。未來港燈會秉持初心，同香港一齊邁步向前，成就港燈更多、更創新嘅里程。一代接一代，將專業知識傳承落去，為市民帶嚟穩定嘅電力同埋光明嘅生活。